道歌呢，《安平追想曲》啊，你看那个歌词的部分，那变成文字，还有可以翻译，还可以念出声音，还可以分享呢。你看这英文按下去还可以中英对照，按喇叭会念出声音，按这个分享可以分享到电子邮件啊、推特啊、WhatsApp 啊，或者是简讯呢。然后中文的部分还可以自己唱那个闽南语的呢，很厉害啊！有没有看到？中文的部分也可以念呢。这个是翻译的，跑道翻译的。你看智慧镜头啊，你看这个手写的字而已哎。你看，这只是手写的字而已哦。你看呢，按文字，你看就会产生出文字。有没有看到文字啊？文字啊，然后按聆听啊，按喇叭，按聆听，按喇叭会念出。下午4点24分0。哦，这个不要念的话，那就要先99加。先做那个选曲。王祥练。6天。欢喜回天庭，人生路途有波涌，一波一波没稳定。勇气线当前始至走未停，修道陪伴我一生，脾气毛病啊这要改掉啦，换面一生好光景。回家了回。趁现修道值。真假的真。欢欢喜喜回天庭 x3 填。填那个字。活佛师尊慈训调剂安平追想曲。你 Tier 3 Home 和其他50人7则留言3次分。留言，免分享。按那个不想念其他的字，就要按那个，就要调整那个扫描文字的那个框框啊。还可以念变成英文呢，按翻译就变英文，还可以念英文。英文字按下去还有中英对，英文中文对照，厉害了。